家平安。今仔日是受难周特别礼拜的第2天，这是咱礼拜要开始，请将恁的行动电话关机。无声。喂。我的心静静全部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高台。我要大摇动，上帝啊，伫你的殿内，阮少念你的慈爱。咱同齐来吟圣诗347首。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
三角来祈祷，感谢天父上帝，阮的主，赏赐阮万项有，其中上感谢的就是赏赐你的独生囝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世间，互阮对伊来认捌你、信你。伊伫地面上受难受死，要做阮赎罪的羊羔，用宝血洗清阮的罪。阮安尼感谢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赏赐阮平安，阿门。遮济。咱来共读上帝的话，诗篇116篇3节到4节。第3节，死无的锁甜着我，阴间的痛苦牵着我，我拄着患难忧苦。第4节，我就求叫耶和华的名，讲耶和华，但求你。救我的性命，上帝有功，就是拄起生命我的罪。学老由妇女团契献诗圣诗115首，我心仰望是伊宝贵。
公道请丁科长老题目是我求你，求你救我。兄弟平安，安尼有听有无？张木生的声较沉吼，听较无啥有，安尼听有吼。咱受难州的祈祷会是咱教会安尼历年以来一个真好，提醒咱兄弟伫受难州的时阵，甲咱的主耶稣同行即个苦路。以往拢会用即个耶稣伫世间上尾的即礼拜的行大来做主题啦。因为有当时会无法度佫讲吼，我今仔日用即个题目叫做“求你救我”。咱嘛来小可思想耶稣伫即上尾受难州。伊的规个行大，那受难州来讲，伫中秋主日，就是咱的顶个礼拜日，耶稣入耶路撒冷，众人用棕树枝伫遐甲迎旨。当时遮个人的心情，我毋知。总是我定来想一个情景，伫过啊一个时阵，伫台湾的民间宗教3月创啥？讲较粗俗，讲做烧妈祖。最近咱毋知影看到社会新闻无？这奇怪，这妈祖一个轿有无软轿骹，就会得到保庇。我来想讲吼，这咱若基督教若咱的教会嘛，若弄一个棕树枝，为棕树枝弄落，病癌症拢好。我看咱就嘛免啥伤团啊。迄啥，迄香火，迄啥香，叫添油香有无？咱遮长老嘛免烦恼啊，对吧？这套动的。我想起无呢，我毋知影是恁会安尼想无？我毋知，我想起。迎妈祖，耶稣入迄个耶路撒冷城安尼，即个因的目的，因的要迎接耶稣的目的是甚物货？可能是要甲因复国嘛吼，伊说的去用放甲清清惨惨。这受难州棕树主日来，过来到拜一个神，当然咱是用即马现代讲法啦吼，拜一个神，伫耶稣接近接近。即个圣殿，因为圣殿有外邦人院，有人伫换钱，当然牧师嘛捌解说过，讲有诶真无简单，来甲耶路撒冷伊要献诶迄精神，也是啥物货，死去破病，啥物有诶无诶无所不至，来当然是伫遮拄好就近嘛，就近就伫遐买。我阁想到一个呢。我一摆参罗金义长老去看牧师娘，爱带我去迄啥物，毋知倒位，毋知是王桥倒位，我袂较庙埕，伊带我去食蚵仔煎。头前外口嘛拢咧卖香诶，卖金纸诶，安尼。我咧一直咧想即个问题，这是甲咱带过吼。伫迄天耶稣要救主无花果树，咱来去思想。耶稣伫即礼拜做诶代志，甲咱有啥物牵连？甲咱现代人，伊要对你讲啥物话？过来，拜二伫耶稣伫殿内，甲遮法利赛人，遮撒都该人，伫辩论啥？国外诶代志。顶礼拜兄弟堂家查经，我嘛有咧讲到即个。国外的代志，讲犹太人讲大兄、二兄、三兄、四兄，即个大嫂吼，叫大兄死去，第二爱甲娶，撒都该人问耶稣讲，
啊，当过活以后，即个人是啥物人的某？即个人是啥物人的某？种者，啊，咱毋知，咱会记得耶稣甲回答啥物话无？啊，蔡教授讲一个，有无？回答个啥？就天国，吼，即个代志吼，毋是咱会当想象的啦吼。过来，伫即日，耶稣也学了寡妇所献的2个小钱，吼，伫即日的中间。过来，那是今日即个受难周的第3日，啊，我最近看的吼，最近网络看的，讲较早咱拢这英语我无啥捌啦，伊讲号做spy啊，吼，间谍吼，spy啊，伊讲今仔这是spy日啊 ，spy Wednesday 啊，就是讲拜三就是斗来斗去斗智。我咧甲想讲，即个卖耶稣犹太是安怎伫迄个一刻中间，伊是已经看出即款时势吗？因为礼拜日安息日过了，啊，礼拜日耶稣甲遮尔风光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哪会伫拜三雄雄犹太就要卖耶稣？吼，这是咱甲规个即个受难周，过来搬过节耶稣，啊伊的门徒安怎准备暗顿要食搬过节。吼，啊，这有一个故事嘛，讲啊，你要去搭bé班，吼，啊，耶稣甲讲啊，你去搭倒，安尼，啊，讲哦，主人要用伊，吼，啊，就自啊准备，啊，当然过来就是拜5，耶稣受难定时期的日子，迄个日子，殿堂的长位离开。迄个长位是咧分外邦人，吼，也是祭司才会当入去的。祭司你若学袂入去，就随死啊，吼，这啊，迄个离开，甲咱有啥物意义？甲咱有啥物款呢？要对咱讲啥物话？甲咱今仔日的主题，主啊，求你救我。吼，求你救我，甲你有啥物关系？甲你我有啥物关系？过来，当然受难日了，就安息日。安息日，过阵讲天曝光的时阵，就抹达列的玛利亚，伊遮尔幸运，伫耶稣过活的清早，伊去拄着耶稣。伊伫迄个空的坟墓去拄着耶稣，兄弟，你做基督徒遐济年，即两长老定讲，我若遮信主遮济，耶稣安尼，若雄雄安尼甲我启示一下，毋知要偌好咧。吼，安尼读圣经，耶稣若雄雄安尼甲我启示一下，我嘛定咧想即个问题啊。当咱面临足济困难的代志的时候，耶稣啊，你哪会甲我安尼？像咱咧，像讲一般即就讲跋一下杯咧，吼，即摆咱咧客，咱即摆定咧讲笑话，讲啊，你问我毋得来跋杯，你问我来跋杯。伫即个耶稣受难周的日子，伊要对你讲啥物话？吼，咱规个受难周的，咱会当好好啊来想耶稣最后受难周的即几工的行踏，伊的所做要对你讲啥物话？长位的别离，你有拄着国外迄个主无？你有拄着国外迄个主无？咱今仔日的诗篇116篇，咱常常嘛会用着吼，尤其咱这若咧诗会吼，咧宣调吼，你讲。耶和华赏赐我一切大恩，我要用什么报答伊？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求叫耶和华的名。啊，这篇的作者有人讲是
大鼻王，啊嘛有人圣经学者讲这是希西家王，因为伊在患难的时阵、破病的时阵，伊反悔求救主耶稣，也求救主上帝。主上帝安怎？亲自用调头甲讲安怎？叫以赛亚，叫以赛亚先知甲讲，我要搁互你15年，我要搁互你15年。啊，这你有迄款经验无？我毋知。伫即个诗篇内底的时阵，伊讲，咱毋知有面临即款呢，即款死无伫颠着你，甲你困绑的时阵，我拄着迄个患难忧苦。我相信也有真侪的牧者，也有足侪对福音的讲法。有的人讲，耶稣基督教就是一个苦难的神学，因为耶稣历过这个苦难，咱若无经过这个苦难，就无法度去亲近咱的主上帝。当然，嘛有人一款的讲法，咱即马现代来甲分啦，讲号做一派讲号做成功神学啦。不过较早我拢认为讲，哎呀，成功神学就是我一生受到主的祝福啊，行义啊，都遮的物质，包括精神，也是讲我的工作，拢是真好势，真伫一般的人看起来，咱讲叫做上流社会啊。我信耶稣基督，所以上帝赏赐我遮的，我真成功。所以讲，就像迄天，阮还是团契咧查经嘛，咧讲啊，信耶稣啊，就得到宣召，祈祷了就去看到宣召。嘛毋是，咱一直定咧强调讲无啦，咱爱苦难啊，啥物货？我嘛毋知，实在我嘛毋知但是迄天，阮一个副会长的太太伊就分享伊讲伊感觉伊的一生拢行伫成功的顶面。但是伊对成功的定义，毋是咱所想的安尼哦。伊讲迄主耶稣拢甲我带好好。逐项拢安尼，我是讲你是事后回想。伊讲毋是，我当下就感觉讲，这是上帝上水的引带甲安排。我听的嘛袂歹啊，嘛袂歹啊。有的人讲苦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啦，但是你对伫伊面临咧苦难的时阵，你甲伊讲这，伊敢听会落？伊敢听会落？即摆有一个新的，即个牧者也好，神学家也好，伊咧讲望的神学啦，苦悲毋免去解释讲，这是甜的啦。真诶啊！都真正有够衰啊！最近咱咧看迄起来送迄赞阿免迄个话，都拄着，都真正都强要错出来。你搁叫我讹倒上帝，我哪会讹倒会落？对无？苦悲，耶稣伫迄个克制玛利园的时阵讲，主啊，若爸若肯，求你即个甲我刷哩，都真正苦啊！那么定啊，听讲苦啊，我的人生啊，对无？咱都真正有当时都真逼迫、真苦痛的时阵，你甲讲这苦难是上帝化妆的祝福，我听着讲要甲你错出来咧，哪会摸着你？哪会毋是你？
为什么是我？是安那是我，对吧？像这咱要哪用这个代志，借着主耶稣的受苦、甲死人，代笔也好，希西家也好，因用迄款真正呼求的声讲：主啊，救我！你有迄款的体会无？你有迄款的愿望无？无需要解释苦难啊，我们要解释拄着啊。大家会讲完啦，阿妈棍生流啦，拄着啊，哈，那个拄着安尼。我要举一个例，顶个月我拄会发生伫阮的家族的代志。顶个月3月21吼。其实伫3月初9还是当时，阮查某孙仔就是阮第4个阿姐吼，嫁查某囝照咱的教会啊，阮的家族拢来真欢喜。啊，无意外经过一个礼拜吼，3月21拜一的暗时，我伫公司还搁咧上班8点外，阮公司若暗时咧上班拢音乐放甲足吵安尼。迄天足拄好7点半的时阵，7点半要活8点啊款。啊，我的手机啊放伫我迄做工课边啊，我就去听到有赖的声，我就对迄天我平常时嘛捌咧切，我拢切无声。迄天向拢听到7点外要8点啊，阮阿家敲电话互我，敲赖互我，我是讲即个查某囡仔都。这有代志就找因老母啊！你干老母伫厝呢，敲我甲我讲吼，大姑姑打电话来家里，我听不懂啦。我讲是安怎？伊讲吼，阿姆，我的阿姆吼死掉了。哦，我讲你听清楚啊！恁大姑姑是安拢无敲手机啊？我，阮事后咧研究讲啊，阮这大姐76岁啊吼。手机啊无啥会晓用，但是拢用 message， 吼，拢用脸书的 message。啊，就敲来阮兜，甲阮讲即个消息，我听着真戆影，真艰苦心。啊，代志的经过就是讲，迄个拜暗，因为我的二嫂啦，吼，我伫伊遐，甲伊对阮姨兄工作20几年，啊，伊安尼雄就开车出去。伫伊个工厂，甲迄路啊，驶无200公尺，啊，拄啊要过大路，啊，迄暗吼，平常时阮哥哥拢住工厂，毋捌咧缀转去。伊最近即2年有买伫阮兜迄附近啊，买一间厝，啊，阮二嫂拢会转去遐。啊，迄暗吼，哦，我是尾后甲问阮哥哥，我毋敢甲问啊，因为伊足艰苦心诶，我毋敢问。阮阿嫂甲比安尼讲。伊要转去新厝安尼啊，阮哥安尼无代无志甲讲，我参你来转，阮阿嫂甲笑一个，安尼啊，两个啊开车，阮阿嫂开车，我出去尔，尾后啦，迄我是经过1礼拜外，我才敢甲阮二兄问啊，我讲当工的情形，伊讲都开出去外口，发一声手就放落来，看喊倒路。一台车尾后壁来，阮哥怎啊碰落，碰去拢安全岛，当然是足慢的啦吼，足慢的。阮阿嫂安尼都无去啊，66岁都无去啊。即个代志互我真大的，我嘛毋知影要安去培养阮遐孙仔，我毋知要甲伊讲啥，真诶我无法度讲啊，讲袂出来啊。对啊，就是像即马安尼啊，我要哪解释？讲这上帝的意思啦，这安怎？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无法度去解释这，只有是干呐陪伴因就，阮迄孙仔讲伊拢叫我安可吼，伊讲安可，你哪拢知啦？我讲阮教会有当时过身1、2个啊，一个月1礼拜啊过身，我就甲安排我就甲讲吼。放较下底咧，阮的亲族因为雄嘛，
啊，因的亲族的足侪人会要来看。啊，即个代志，我要阁甲大家分享。我真正无法度去甲伊分享讲啊，这上帝的意思啦，安怎咱爱顺服啊接受，无法度。啊，当然，即个经过有真济的见证，是安怎讲？阮阿嫂伊是自细汉就去用分做养女啦，所以讲伊有2个姓啊，吼嘛姓罗嘛姓老啦，吼啊当然身份证是姓老啊，分人啊自细汉分人，啊甲阮哥结婚了，啊就一直拢无生育啊。啊，一直拢无信用的时阵吼，伊就拢会倒阮哥去做礼拜，伫西屯文乐会啊，吼，一直拢伫遐。啊，伊就甲伊讲吼，啊你即信这上帝呐，遮圣吼，无安尼啦。上帝啊吼，你想使我会晓怀孕啊，因为我说身体进前拢真咱嫁来阮遮的时阵，拢散赞啊安尼，谢谢啊。伊讲啊，你若互我会生育吼，我就来信你啊！啊，祈祷了吼，过无偌久，家己开车吼，去弄大树啊，弄树啊，迄车拢猫去。啊，讲过一个月，讲有信啦。这甲人跋落啊吼，伊讲甲上帝已经，然后伊个世俗人讲，我著甲你算甲你有契约啊吼，你著安尼你啊，我著来信你安尼啊。啊，当然著安尼来信主。上水的一点就是安怎，我若说遐亲情，拢是世俗，而且佫足迷信的。我举一个例互你听。迄天当暗过星期的时，伊的大姐有来，啊，我徛伫算家属小姐的立场，啊，因就拢安排好啊嘛，宾存啊吼，在屯门会牧师嘛来遮祈祷啊啥，啊，大家就讲安尼过一段落，啊，阮哥还佫做笔录。啊，因这咱讲号做阿姑阿姨迄边啊来，啊，咱就讲哦，一直甲多谢，结果去互阮阿嫂的阿姐吼，好歹啊，是安怎？世俗人讲拄着即款代志拢袂当，都点一个头就走啊！真有意思哦。伊讲即款代志莫阁发生啊，莫阁发生啊！吼，这是甲大家分享啦吼，我都毋知，因为咱教会出去都多谢你来关心，这是一点。佫一点就是，阮哥哥做了真水的一个见证，就是当迄个棺木要去火化的时阵，牧师拢捉到了，伊举麦克风起来讲话，伊讲，伊叫阮阿嫂的名，伊讲阿辉。恁小妹啊，就是迄阿姑拢来，因为帮头啊足济。恁小妹啊，伊有讲过，伊毋是因为嫁我、甲我结婚，甲来信上帝，甲来信耶稣呀。恁小妹啊，佫因为阮阿嫂性情很刚烈，就是做代志足没切啊，足溜咧啊，很刚烈啊，然后就是不得商量啊。伊讲恁小妹啊，阿辉，伊毋是因为甲我结婚，伊的个性你嘛知，吼阿舅恁拢知，伊是因为伊有拄着上帝，伊有拄着上帝，甲来信耶稣。哦，即句话真诶也安慰着外家的亲情，因为你知影外家安怎无？伫即个地上的中间，阮孙仔向靠我。讲安哥，迄阿姑甲阿姨吼，摕美金甲金纸甲衫来，我讲要创啥？伊讲要互妈妈砸去的。哦，讲你甲藏到伊的裤底啊。哦，因为大姐讲惊阮小妹啊吼，路会无钱好开啊。我无钱，砸啥？砸美金。我讲啊是真诶美金啊，假？伊讲毋是啦，印诶啦。哦，我讲若真诶，你著爱甲收起来。不过，我有一个感受，我甲我的孙仔讲，你甲藏，拢总甲藏，莫藏规张。但是衫你甲阿姨讲迄衫藏伫遐烧，烧起来骨肤会无水，因为即摆衫拢化学的，
包括咱知咱也捌治伤过的人，迄穿的鞋啊嘛，袂用像因有规定迄鞋啊烧袂安尼。我就讲你甲囥，但是你甲讲迄衫你会甲摕去迄金炉烧，甲阿姨安慰，甲阿姑嘛讲，你搁翕相互看，讲美金拢炸，美金总甲，遐个啥物金拢有炸，阿姑你放心，安尼。经过这代志，当然头仔是记咧，我要互咱兄弟知影，受难周对你我的意义。今仔日耶稣若无过我，你有像即款的大鼻王也好，希西家王也好，讲主啊救我，主啊救我，毋茫咱伫即礼拜中间来思考，来孝念主耶稣基督，伊为着咱的罪，钉死伫十字架顶。现在咱要强调，今仔日基督若无过我，咱所信的就是空空。这个过我，有当时咱是当照义民中来讲，耶稣路，耶稣互伊过我，总是这个过我，嘛是有一个时间性啊。听这你了解意思无？对，随往耶稣路，马大玛利亚讲耶稣啊，你若早几日伫遮就好啊。耶稣路已经死啊呢，耶稣路死啊。耶稣惊神也互伊过我，总是咧。你即马敢有看到耶稣路？无啊。无嘛，伫永恒的时间内底，国活是啥物货？咱有即个望无？我定定甲阮两个查某囝讲，上帝若互我调我转去祖家的时阵我上大的望是讲，会当看到阮老母啦。我都毋捌看，可能看到嘛袂瘾呢啊！可能嘛，因为我都无印象啊，会当看到阮老母，阮的查某囝讲啊，你不希望看到你的老婆吗？当然这拢是迄个伫真即个受难周的时阵，爱用一寡一例，爱用一寡遮。大鼻王也是希西家王，伊伫遐讲，我就求叫耶和华的名。我想，咱的神是有望的，咱的神是有望的，咱的主耶稣确实有过我。咱来祈祷，主啊，愿阮兄弟拢有即款的信心甲心志，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因为无论阮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主，你永远做阮的救主，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咱搁来吟即个圣诗。圣诗287首，救主我爱就你，请咱起立。
请坐。即时请林牧师带咱来讲道。咱有缘为几件代志来祈祷，特别借着今日阿个长老分享到这段圣经，咱会当来思考中秋主日，当这百姓喊何塞那何塞那，奉主名来的是应该学乐的。总是伫几工后，喊等于是一家，等于是一家。也是共一群人，因为当主耶稣无符合因的期待的时，当咱的信仰有时无照咱的期待的时，咱的人生无感觉上帝无照咱的意思，是毋是咱也有可能对主就改变了咱的心？那无需要请咱来祈祷。咱毋是一个追求成功的神学，颠倒咱是追求一个望实价、实力价的神学。求主使用咱的心，使用咱的信仰，使用咱的生命，特别是拄着苦难的时，咱怎样面对，怎样看待咱的信仰，要成做咱家己甲咱身躯边的人的帮衬，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咱会当安静，嘛会当出声，嘛会当去默想，到底咱是毋是有尊主最大？凡事照上帝意思，毋是照咱家己的意思。咱做同心来祈祷。互阮的心也迎指主耶稣来入这个城，入阮的心门。阮的心也对主讲：何塞那，何塞那，奉主名来的是应该得到阿乐。互阮的心降服伫主，降服伫圣神的引带，互阮无照家己的意思，因为上帝意念悬过人的意念，上帝道路悬过阮的道路。主要将属天的道路。属灵的眼光，天的境界，上帝国的思想观念，赏赐互众兄弟姊妹。第二，咱来为着咱的人生，如果拄着艰苦、恶担当。咱是毋是会当亲像诗人所讲，我要求叫耶和华上帝的名？因为咱的大祭司耶稣毋是无法度体会咱的软弱，邀请咱兄弟姊妹将咱心中的艰苦事交予主，将咱痛苦的年日拢交予耶稣。主耶稣要赏赐咱平安、属天的疼、教业的稳定，伫阮生命中真侪咱的困难、帮助甲望，咱做同心来甲主祈祷。有可能咱是为着咱的囝儿4岁在操烦，为着因在烦恼，为着因的将来在拍算。总是主讲，生命在伫我，望活命拢在伫我。信我的人，决断袂夭，也永远袂喙焦。咱是毋是对主有够野的信，完全信任上帝的安排？完全相信上帝主爱，天父的疼，
赢过一切。互阮诚做一个有信心的人，无搁小信，专心来跟缀伊。当耶稣离开耶路撒冷的时，也看到一丛无花果树，要去找看卖有结果子无？结果一看，树叶真无生，但是顶悬无结果子。是毋是咱的信仰也无结果子，只有开花好看？主耶稣对迄丛树仔讲：打以后，无阁有人食你的果子。求主帮助咱，毋是只有参加礼拜，咱爱火嘛爱解，有火也爱有解的行动，来结出甲火解的心三符合的行动，三符合的生命，咱做为家己来祈祷。亲爱的主，至圣阿爸爸上帝，阮今日坐伫你的面前，阮带着恭敬、佮谦卑反悔的心。你予阮看见阮家己的不足，阮确实是有罪，需要恩典，求你怜悯的人。主，总是你无弃杀阮，予阮伫遮佮有新的愿望。阮要倚靠你，阮要祈求你，阮要仰望你。阮要专心来信靠跟缀你，求主你帮助阮的心，无冷淡，无退后，颠倒搁较坚决，要跟缀耶稣一生无退后。求主你赏赐阮悔改的生命，帮助阮，互阮有结出圣神的果子，更加愿意为着福音来付代价，来为主得到。人亲像得到鱼，互阮来结福音的果子，引带人来归向你。愿主你赏赐阮即款的听，感动阮，引带阮逐人的生命。愿咱的同心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圣尊名，阿门。咱来吟最后尾遍的诗，圣诗515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请起立吟全首。至圣天父，愿感谢你，受你引带。心内结合归心，献出人海最好模样，因传人灵魂地球，完美是刷救如苏好。困苦的人，所以快乐，信心引带，甲咱人行，永远固执，永更美妙。阿门。愿主赏赐圣神，伫咱的心内结出好的果子，
愿主祝福咱四线的脚步，困苦的人想事伊，得到心内新的快乐，互喜乐的心成做良药，成做阮生命的力量。愿至圣的上帝、耶稣的恩典、圣神的感动，甲恁大家撒加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别倒。